感谢你，因为你伫世上想事馆有妈妈，8月妈妈10个月怀孕，互阮会通来到这个世间，享受主你所赏赐的大自然。主耶稣，你也欢喜细囝来亲近你，帮助这个细囝对细汉到大汉，捌主你的恩典，后主你日日改变三甲同在。主，我们为这些小朋友献上祝福，愿你透过孩童，让我们知道如何回转向孩童，归向你。愿你来赐福，透过这些小朋友，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求你帮助阮，因为你的话提醒阮，若无亲像囡仔遐尼顺传，阮就袂通进入主上帝国。帮助阮伫母亲节的时，阮用感恩的心、甲祝福的心来孝念、来祝福所有做妈妈的。阮真期待，互这每一位妈妈有智慧来教导引带，互细囝来领受你的救恩。愿主你所透过今仔日无共款的礼拜方式，互阮会通感受到你的同在，甲你的恩典。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三甲来启用，咱要用小朋友来启会场来引的方式，咱三甲来启用。启文第30就是诗篇121篇，咱三甲来启用。我摇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引来保守你。日时日头会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咱的幼幼班要来献诗，咱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因。甲遮的家长因拢真认真，徐世芳老师引带因，要甲大家要献诗给咱的主，好想好想跟你在一起。好想好想跟你在一起。中转啊转，又到了欢乐的时啊，开心的水奔奔，鸟儿眼里明，
起，好不好？我们就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这里，分散彼此的伤心，张开自己的手心，望住所有甜蜜。我们就在一起，就算下起大雨没关系，只是好想好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我们就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这里，分散彼此的伤心，张开自己的手心，望住所有甜蜜。我们就在一起，就算下起大雨没关系，只是好想好想跟你在一起，只是好想好想跟你在一起。哇！耶！我们再一次来给我们的老师、孩子、家长热烈来鼓掌，也将荣耀归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真好啊！在这世上有上帝爱我们，有母亲真好，但是有上帝更棒啊！尤其我们看到啊，这个神在不管什么年龄啊，儿童或者是青少年，都要来一起编织那拯救的故事，来一起编织那爱的故事。家亲剧团是我们迦南教会青年有青年传道黄世倩，我们刚刚看到她妈妈的这个见证，她所带领的今年才刚刚成立的迦南教会青年的剧团，这是第一次在我们的主日来演出哦。我们再次来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床边故事。在一个凉爽的夜晚，时间真的不早了 ，Timmy 该睡觉了。妈咪，我想听床边故事，讲故事给我听嘛。什么故事啊？3棵树，很熟悉的故事呢。但是你要先躺好睡觉，去吧。妈咪也一起。那我们故事要开始喽。3棵树。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呢？天上的星星好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好漂亮啊！我决定，我要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珠宝头，每天珠光闪闪，这张漂亮宝石。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在雨水滋润、阳光的照耀下，小树长大了。有一天，有一个樵夫上了山顶。走这么久才到这里，哇，好漂亮的一棵树啊！哇，这优美的线条，哇，实在是太美了。就决定是你了，我要来砍树喽！哎，我就要变成美丽的珠宝头了。1、2、收到了。很好，很好，来来来，看一看，你可以卖家讨价钱了。故事还没说完 ，Timmy 却已经睡着了。然后啊，
么睡着了？看来是累了。那我要先去洗衣服了嘿。哎呀，你怎么醒啦？我要去洗衣服，我好多衣服还没洗耶。哦，好，那我等一下再洗衣服。我们刚故事讲到哪里了？那个珠宝盒的那棵树，对不对？看看哈，那棵想要成为珠宝盒的那棵树啊，它被砍下来之后，树被木匠扛到了他的工厂。树满心期待，他觉得他要成为珠宝盒了。木匠呢，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纹路跟特质，心里默默的决定一下他的未来。不错不错，我看这块木头挺厚实的，要拿它来做成什么呢？我想到了，它可以用来当做装木头的饲料槽。饲料槽？我是珠宝盒，我要变成美丽的珠宝盒啊！这什么鬼东西啊？这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怎么变得那么丑啊？原来木匠不是要把树变成他所想象的漂亮的珠宝盒，而是要成为装牧草饲料的饲料槽。这什么鬼东西？我的红宝石嘞？我的蓝宝石嘞？我的钻石嘞？这臭臭长长的是什么鬼东西？怎么变得那么丑啊？完工了！我看看，真是美丽的饲料槽啊！好可怜啊！在一个寒冬的夜晚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到了伯利恒，他们忙了一整天，好累哦，想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但是没想到那天伯利恒好多人呢，都没有地方可以住。幸好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板娘，她看着玛利亚怀有身孕，于是把后面的马厩让给他们住。谢谢老板娘，谢谢你。谢谢。没事，这一路你们也辛苦了，幸亏你们遇到我。这附近的孩子可都是我接生的呢。这里虽然不是什么舒适的地方，但也就只有这里有空间让你们住了。委屈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真是太感谢你了。不客气。玛利亚，这么晚了，你也累了，先睡吧。我不累，但是如果有个地方可以让小耶稣休息，你说这该有多好呢？这里有一个马槽，你看这大小是不是正合适？真的哎，原来上帝早就预备好这一切了。你看这个马厩，大小刚刚好，好可爱，好漂亮呢。感谢上帝。这棵树终于知道，它正承载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是耶
本只是想要装着亮晶晶的珠宝，你竟然放了比它还更贵重的耶稣在我里面，我根本不配。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上帝的爱让第一棵树知道，他的生命变得比原本他想象的更加的美好。好啦，故事讲完了，我可以去洗衣服了吧？啊，你有什么梦想啊？太空人，我看你每天跟着你爸比身后问东问西的，我以为你想要跟他成为一样那个外科医师哎。好呗，随便你宝贝，你想要当什么都可以。我相信上帝都会为你准备好一切，让你之后可以去经历他的，对吧？好了，我真的要去洗衣服了，宝贝，你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学呢。宝贝，晚安啊。真心感恩，分别为神，无心进入，破碎束缚成，愿神中心，尽人本分，活着今天称他是第一人。不是自己才能指引，一诺先知将军恢复灵。哇，原来上帝有一个计划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只是这个计划可能你还没有找着，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你跟我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读圣经，记载在提摩太后书，记载在提摩太后书1章5到7节。今仔日圣经，咱要来读提摩太后书1章5到7节。这是一个保罗伊对伊的属灵的囝提摩太，这个少年人，伊的祈祷，也就是伊伫要知影家己要互斩头以前，上尾的机会写互伊的属灵的囝提摩太上尾的一个祈祷，上尾的一个批的交代。伊交代什么代志呢？咱遮的囡仔要来为咱来读。我记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先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因为安尼，我提起你，我甲你按手的时，上帝予你的文字，就予伊亲像火鼓捣起来。因为上帝予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甲自在的心灵。以上是主予咱的话语，嘛是对咱的祝福。咱用掌声来鼓励这个囡仔。因一年讲台语的时间可能敢若这个时阵啦因为咱的儿童的礼拜嘛是讲华语，因为咱为着要互囡仔会当明白咱讲的，因听有这个福音，所以咱会选择来讲华语所以真这个因逐日鼓励就是老师嘛，教因来讲台语。今仔日咱嘛要搁一遍来对上帝予咱的话语咱要来思想主要对咱讲的话，特别是对母亲来讲起，因为今仔日是什么节？母亲节。咱对叨位出世呀？对母亲开始，所以咱就要来讲对母亲讲起这个故事。
要讲的进前，咱要来请咱的幼儿起立吼，咱幼儿不简单吼，对拄食这个单呢吼，咱来用热烈的鼓声、掌声吼，咱来欢送他们吼，因要去5楼哦吼哦。你们今天表演的好精彩哦，我们好，因为你们我们好有活力，对吧哈？特别是介绍哈，介绍一直看吼，一直张罗一直看伊的查某孙吼，佫足侪位啦吼，好，咱因伫普通时咱伫5楼有幼儿哈，家长若囥诶，甲囡仔囥遐，咱四方老师是足专业的老师哈，伊会来带，咱爸母会当真放心哦，咱爸母就放心留伫遮哈，来做礼拜。爸母无出样，爸母甲拦住哈，爸母会使带囡仔去了后就来遮吼做礼拜。头前佫有位，因为因囡仔已经离开，所以你若坐讲无真好势你会当来坐来即个家长幼儿位好咱拄食真大的饮奶咱遮有位哦已经会使坐咱若坐较无好势。庆祥遐，你遮头前已经会当坐，囡仔已经离开爸母嘛离开庆祥遐，也是你若会使坐即个位好，咱要来看来听上帝话，进前咱先来祈祷。兄弟姊妹，请咱额头来祈祷，请我们低头来祷告。听完了阿爸，阮感谢你，阮看到这个囡仔。阮就感觉真大忙。虽然甲阮普通时做礼拜无共款，虽然即个圣殿做礼拜敢若爱需要真安静，总是主，阮为着这个囡仔来感谢你，因为主你就是赏赐人性命的主，你互阮一代搁一代，因为主你是一代搁一代的主，你掌管。阮为着阮所领受的即个疼甲生命力。来感谢俄罗你，恳求主圣神引带光照阮，互阮透过保罗即个属灵的老爸老母嘛好，来安那交代伊属灵的囝提摩太，伫伊人生上尾的时间，伊安那来祝福来祈祷。主，阮也要来学习，主你嘛祝福阮，主你祝福阮伫即世代。主，互阮对主你来行，互阮日日哪行哪有快乐，互阮哪服侍哪有快乐。恳求主你启示，互阮听了明白，搁照安尼去行。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咱来看对母亲来讲起，咱看到今仔日有真济故事，咱本身就是故事。咱看到即个小朋友青年来演出的。这个世界不是对原子来组成的，是对故事来构成的。也就是说，这个作家伊讲，这世界不是由原子组成的，而是由故事所构成的。敢有人反对？连科学家都唔敢反对。是，咱本身出世，咱就有故事伫阮中间。咱家囡仔真坦白讲，这谁呀？我不认识他。总是安那，伊讲了真有道理甚至这是伊的墓碑，伊就用安尼来说明，人甲人中间就是信上帝的手来逐工来为咱一个编织咱生命中的故事，互咱的故事会当安那透过故事，咱真爱听故事，是安那爱听故事，因为咱对故事会当来学习。互咱袂阁犯同样的错，会提升咱家己即个面对即个困难中的即个经验，咱嘛会当对听故事，甚至演故事，咱有看到这就是咱德福关怀据点乐龄区拜五咱去演一出戏这出戏叫做老爷有三妻四妾，大家要怎讲大宝细姨我算袂了安尼咱的员外足欢喜的咱有一个犹大少爷要来娶某咱透过这演戏中间这老爷讲哎哟啦，演了讲我一个某就好较济我真忝嘛兄弟姊妹，故事教咱真济代志，故事咱有看见主伫
伫咱的手中，咱的生命中吗？透过咱生命中的每一项代志，拢是故事。特别是牧师邀请咱大家，不管你几岁，今仔日你想一个你出世的故事。每一人出世拢无共款，你出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新约基础。咱看见耶稣基督，伊的眼界，咱要来过一遍来看，咱已经旧的故事，总是伫主的内面，咱有新的故事。这就是耶稣基督甲咱共同来写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要互咱醒悟起来，不管这个故事还有法度改变无，总是咱有新的眼光，咱就会当活出属耶稣基督各活的新生命。咱就对母亲来讲起这个故事吧。咱看见咱有看见这个无？你讲我过去遐拢免讲啊，我甚至我已经是白花啊。白花是啥物意思？我的妈妈已经无伫啊，我搁讲啥物妈妈的故事，还无意义啊？干嘛呢？有意义。咱会当搁一遍来想的时阵，你会无同款的看法，无同款的眼光。有可能你家己是父母。你的囝儿是世所发生的代志，你心内真艰苦。伊可能伫咧你身边，伊嘛有可能已经无伫即世间啊。你想要问伊话，你想讲，若是迄个时阵，囡仔，你要对我讲啥物？妈妈、爸爸，你要对我讲啥物？互我有新的解读，互我有新的看见。这个心，毋是干那身躯的心，是你的心中的心。你是上帝耶稣基督的心，甲你的心要合作伙，你就看见迄已经过去，总是你有新的意义。兄弟姊妹，咱这看见什么？敢会当有人来？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你看见什么？这个图，这图恁看是什么？鱼，云哦，云好，不好意思，我耳仔无较好。啊，个什么？夕阳哦，眼力很不错哦，哈。啊个呢？啊个什么？海，啊个什么？桥，哇，你们都答对了，对不对？对啊，唔对？对嘛吼啊，这合做什么？对无？哦，看到公门的举手，我看目睭好啊来。啊，还有看见吼，感谢主啊吼。好，这间公门，这间公门。有人看去无共的无？咱这是咱内面上有智慧的是咱的主任牧师对无吼？请问尤牧师，你看见啥物？迄个倒蕊目睭看到公门，啊正蕊目睭看到一排帆船。哇！哎呦，哦，倒蕊甲正蕊哦，真正无共哦，啊，迄林信兰医师哈，伊就讲啊，狗嘛是共款，动物嘛共款哦，倒边的。看甲正边的，互你引起你的脑的是无共款哦，吼。好，啊，请问到底是公门还是帆船？尤牧师哪会遮厉害？我哪拢无看到帆船？有看到帆船的人，拄则看到是帆船的人举手。咦，哇，武装场了哦，后壁搁一个，啊，搁有无？哈，这个是帆船。无尤牧师，你是目睭目镜挂无够透数哟，啊。到底是啥物啊？到底帆船啊是啥物？哇，通通对啦，只在于安那你无共角度嘛。咱若视野，咱的目睭看的范围若无够，咱看的意义就无共。兄弟姊妹，过去发生的代志，咱的故事，即马咧发生的，未来要发生的，应验牧师要邀请咱大家。咱的眼光毋是干那迄个问题，你今仔日带着你的问题来到遮，咱一定爱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见，看见耶稣基督要互你看到的愿望，是未来迄个视野是足大的。咱要看见迄个新的愿望是伫对，咱的主伫咱的中间，互人看见迄个珍贵，看到迄无不容易难得。咱回去要想哦，要跟妈妈开讲哦，要跟妈妈聊天哦。说妈妈，我出生的故事，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成功或失败，或妈妈已经不在这里的，不管什么故事对啊唔对，咱要互妈妈也是咱的对象来讲，家己上无容易的所在是什么所在？咱就看见，哇，咱是上帝所宝贵的。咱嘛要看见迄个例外，伫生命中间，可能你伫即几年中间，心内一直有一个声叫你去死，总是你却是互家己活到今仔日。你有看见无？你家己实在是无简单。兄弟姊妹，咱身躯边有真侪，甚至咱的父母，我看见我的同事，正经的同事，你袂使对伊后壁你甲叫，你袂使甲安尼叫。伊若熟悉你头一项代志，就甲你讲，你袂使对后壁甲拍，因为你若对后壁甲伊打招呼，下一秒伊就甲你摔伫个涂骹。因为伊对细汉的时阵，因爸爸酒瘾。因妈妈是长老哦，总是因爸爸就是啉酒啊，酒落安那，酒安那，酒空啊，头壳拢空去啊，酒空，所以因爸爸若啉酒转去，第三声弄门，第三声、第四声就啥物玻璃破，3声之内一定要开门，第4声就是把玻璃打破了，然后入去了后，头一项代志啥物，一定去迄个通铺。通铺，咱古早拢囡仔困的通铺吼，伊是大汉的，后壁4个妹妹，困的一排。因爸爸若弄玻璃弄破，一入来头一项代志，一定走去通铺安那，棉被内面扭一是双骹出来，安那拖去便所，用迄个水管、树管拍。所以伊上大汉的，伊上知影，逐遍爸爸拢来即套，所以安那，吼，伊即马拢毋敢困。唔敢困，即马若听到爸爸，哇，大海呀！伊爱做什么代志？你会怎么？好夸张哈！对呀、这么夸张。你会做什么事？啊？谁啊呐？哦，伊在眠床困对无？爸爸骹先揪起来啊，无会安那，会被抓去打啊。所以安那。伊对细汉就知真足听，若有声伊就紧骹揪起来。总是伊若骹揪起来的时阵，伊有听到啥物？伊的妹妹去互安那拍哭的声。伊迄个声，到即马已经50几岁啊，迄声伊无法度袂记咧。伊哪会无法度救伊的妹妹，无法度救伊的妈妈，甚至伊真心内真艰苦，真愧疚。是安那我骹揪起来，所以永远拢袂去掠着啥，袂去掠着伊，干那会掠着伊的妹妹，伊心内真艰苦。所以到即马伊定定有一个声，讲应该是我去死的才对，哪会互伊的妹妹去受苦？应该我去死的，是安那是，互我的妈妈伫遐受苦，去互妈妈去互爸爸拍甲安尼，强要死。所以伊到即马做老师啊。定，所以我有介绍伊看精神科医生，因为大汉了后，伊会拍囡仔咧，会咧，会。大汉伊做老师，伊会拍学生咧，会啦。因为伊是一个受伤的心，总是我带伊来看耶稣基督内面，伊看见过去真无容易的所在，甚至有一个声叫伊去死，总是伊安那。认真活落来，咱会看到咱生命中迄个善良。特别有当时咱看见真侪人，甚至家己控告家己讲你无路用啦，总是伊安那虽然无路用，无法度救伊的妹妹，伊看见迄黑暗中还阁有善良，就是安那伊坚持安那活落去，伊坚持无去死，伊坚持安那到底大汉，甚至考到老师来做老师。继续引带伊的妈妈，甚至伊即马伫耶稣基督内面开始带真侪人来看见伊生命中新的故事。新的故事是啥物？可能过去中间，你啥物时阵，你有看见你迄阵无容易的时阵，你有做啥物，互家己心会当安慰？我会记伊捌甲我讲，伫迄阵上艰苦的时候，伊甚至走出来，对厝内走出来。伊若艰苦的时候，伊一定走到教会，会经过蒙阿波哦。伊游完走到教会，摸啥物？
毋是十字架，十字架好高哦。摸啥物？无输坐迄只椅啊骹。伊摸着迄个椅啊骹，伊感觉迄无输就坐伫遐，伊摸着伊就感觉安那心得到安心。兄弟姊妹，毋知影啥物方法会当互你心安心，总是应验牧师要介绍咱，介绍我们一个让你心安心的，就是耶稣基督。你会当抱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嘛抱你。伫即个无容易的中间，你有安那来坚持？你做啥物？甚至伫你无容易的中间，你有看见家己的动力无？你有看见你即个渴望？伫即个故事内面，你家己的即个故事内面，你的妈妈生你的故事，妈妈抚养你的故事内面，你有讲到啥物？你妈妈坚持的无？伊的热情，伊的较无是啥物？这就是无共款，即个落实无容易的所在。那虽然妈妈，咱的厝，互人看袂起，总是咱还阁维持迄个自尊。咱就看到咱妈妈的无容易，咱就不管对妈妈还是对过去，咱囡仔是说，还是你心中的迄个人，特别是你家己，你家己是毋是有做啥物是无容易，会当担到今仔日。你犹原坚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信手无离开你，特别是你若还未信主，主嘛听你，主嘛扶持你。所以今仔经文讲，我真爱讲这故事，这什么故事？福音的故事。这个福音的故事是啥物？咱看到今仔的经文，提摩太，伊伫别个所在，咱会通看见提摩太其实。伊应该是单亲，伊的内面，伊的厝内面可能干那啥物？外妈罗伊甲妈妈啥幼年期，所以伊对细汉其实是真无胆，甚至对一个神学家内面来看，伊古早还未拄着主耶稣基督以前，伊是一个无法度做决定的人。伊伫个心情软正，这也好，还是迄也好，这也好，伊无法度做决定。所以伫伊头一遍拄着保罗，是保罗头一遍去宣教的时阵，因得到即个耶稣基督的信心了后，伊的妈妈也是同齐哦，同齐得到得到对主来的信心，即个救恩的信心，伊就知伊的妈妈伊的外妈就扶持伊。迄阵啊，伊才15岁。咱遮有15岁吗？当一场就有哈，遮可能搁较细汉。15岁，伊的信心安怎建立？是伊的妈妈甲外妈，因同齐得到福音哦，总是外妈甲妈妈安那有信心了后，咱当然知信心无法度遗传，总是信心会当影响囡仔。咱看到有一天，保罗是讲伊的信心是无虚假的。就是因为保罗因来宣教时，因得到福音是头一遍宣教。咱知影头一遍宣教，伊出去时拄着什么代志？在家会主会讲着哦。因去宣教的时阵，保罗安那医好一个变衰的，变衰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半身不遂，这个瘫痪，没有办法走路。但是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拯救。哇！他居然可以站起来，伊居然会使安那徛起来，哇！大家就安那该拜呢，总是保罗安那讲。喏，当你袂当拜我是啥物？我是人，我毋是。哇！这会众一听哈，你毋是神，你是人，啊！你会开变即个把戏，互阮看，互人啊，这个变衰的会当活起来，这个瘫痪的可以站起来，安尼你一定啥物？你一定是魔鬼啊！你毋是神啊！你一定哇，就摕啥物要甲顶死？石头啊！咱看一个使徒行传，咱就知，哇，甲伊顶死，伊真正顶甲安那昏去。你若是得到福音的时阵，拄着甲你传福音迄个人，结果拄着安尼的代志，你会阁有信心袂？哎哟，这敢阁通信？咱看到这子孙3人，哇，犹原继续信。而且哪来哪有开来，而且安那彼此影响，特别是阿嬷、妈妈的信心影响着伊的囝，甲孙提摩太
本来得到福音15岁呢，总是7年以后22岁，第2次保罗去宣教的时阵，人就甲伊讲：我跟你讲，你当面去传福音遐罗斯地遐有一个少年，哇厉害的呢！搭一个，即马22岁啊，所以保罗就安那带伊继续来传福音，安那传。带伊咧身躯边，要安那，要去甲足侪教会有发生代志，毋是甲带喺身边尔，搁安那，互伊家己伫遐处理。咱看到哥林多教会，看到以弗所教会，伊拢独立来牧会。迄阵啊，22岁，兄弟姊妹，咱看见提摩太有安尼信心，嘛看见保罗上尾人生伊交代伊的祈祷，对提摩太祈祷。敢毋是嘛？是咱要为家己祈祷，要为着咱的囡仔逝世来祈祷吗？就是，互咱有一个安那，互一个勇敢的心，有坚强、仁爱、坚守的心。啥物叫做坚强？就是互恁有气力，咱外靠信心所享受的气力，充满基督的疼心的动机，叫做仁爱。安那谨守的心是啥物？对。你猜对了，明白顺服上帝的旨意，咱就有这3项，咱需要有安尼，互咱的人生真正行伫上帝道路，咱真正真做蒙福的。刚强要吗？阿妹吗？阿妹。仁爱要吗？阿妹吗？阿妹。谨守的心呢？阿妹吗？阿妹。兄弟姊妹，愿主耶稣会听伫咱中间，咱来感谢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恩典，咱嘛要活出，而且去讲出这个福音伫咱生命中，上帝亲身信手扶持所编织出来的故事。伫这个故事中间，咱有新的意义，有过活生命的故事。咱教会。我看今仔日伊有伫咱中间无？咱要看伊的故事，伊要感恩，而且伊要传讲即个福音的故事。咱要看即个见证的影片。听妈妈的话哦。首先，我们先要知道饱和解释。足精彩，所以咱还阁准备一遍安尼吼。安尼咱知影饱和节，请问饱和节有伫咱中间无？伫倒位啊？哇，咱要来看伊来见证哦。饱和节，好，来认真来看，伊要来讲伊的故事。有心无？这是苏清节查某囝一凡做的哦，哈。首先，我们先要知道饱和姐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第一代是由饱和姐爸爸的爸爸，也就是爷爷那一代开始。爷爷原本是一个传统宗教的家庭，但因为一次经历，让爷爷相信了上帝的奇迹。故事是发生在奶奶要生孩子时发生的。在奶奶怀孕要生时，爷爷赶紧请产婆来帮奶奶接生。产婆在开始帮奶奶接生时，发现是逆产，跟爷爷说她没有办法接生，必须到医院去才行。家人只好赶快把奶奶送到最近的医疗诊所。想必有很多小朋友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逆产吧？通常宝宝出生时头部都是朝下的，我们称这为顺产。但是如果宝宝出生时是脚部朝下时，这便是所谓的逆产。这间诊所是由一名外国医生所经营。当医生看到奶奶的情况，也向爷爷表明不乐观，问爷爷必须决定保住大人或小孩。爷爷着急地恳求医生，希望大人跟小孩都能保留下来。医生说只能向上帝祷告了，希望爷爷与他一同祷告。爷爷当下也没办法，便以赌赌看的心态与医生一同祷告。
就在爷爷跟医生一同祷告一段时间后，奇迹就发生了，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母子都平安。感受到上帝的神迹的爷爷因此当下决定改信基督教。爷爷在决定改信基督教后，当下毫不留恋地将家里的神像移除。话题再转回到宝和姐这里，当年宝和姐怀第一胎时，曾经梦想生一个女儿，因为生女儿的话，以后可以每天都把她打扮成小公主的样子。只可惜第一胎跟第二胎生下来的却都是男孩子，宝和姐因此曾一度放弃生女儿的梦想，可是却意外的又怀了第3胎。当第3个孩子出生时，宝和姐原本还对孩子的性别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是心里又很在意，便向护士问了一下孩子的性别。过去第3胎在产检的时候，医生曾经说过这胎应该是儿子，护士以为对方想生的是男孩，所以当他抱着孩子进来时，还一脸抱歉地对着宝和姐说是个女孩子。宝和姐一听便惊喜，当场想好大叫欢呼一声。相信基督教家庭出生的人都曾有过信仰不是那么坚定的想法，宝和姐也不例外。但是因为一个事件改变了宝和姐曾经不坚定的心。故事是发生在芊芊姐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宝和姐都会请幼稚园司机下课时顺便去小学把女儿接回幼稚园。但是有一天司机却说没有在学校看到小孩。听到司机的话后，宝和姐立刻骑着机车沿着路线往学校找去，学校没找到就又继续往家的路线上找。在寻找芊芊姐的过程，宝和姐一直不断地向上帝祈祷，希望能平安地找到女儿。最后在住家的楼下发现芊芊姐正跟一个邻居阿姨在一起。当芊芊姐一看到妈妈，便立刻哭着跑去抱住了宝和姐。看到女儿平安的宝和姐在那一刻终于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6月2日会由黄家千本人亲自来见证，希望大家踊跃参与，也祝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各位的观赏。哇，我们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要不断的叙述所有神编织在我们生命中的故事。兄弟姊妹，咱生命中每天拢有主的圣手，耶稣基督的保护，拢在讲一个故事，唔是干那保合节这。咱知影黄家千是谁无？知影无？黄家千就是宝和姐的女儿，就是一个歌星，对无？对咱这拢内行的，但是伫个咱拢唔知影黄家千是谁啊。但是若讲到黄家千的女儿，什么天？哎呦，你嘛内行，你嘛少年的哦，这就是有主伫咱中间哈。兄弟姊妹，也应验牧师要邀请咱斗阵来讲这个故事。我真爱讲这个故事。其实这首歌嘛是一个女性，一个美国的女性，伊厝非常好业，总是伊关心善车人，伊一生拢关心善车人。上重要的，伊看到足侪故事，伊写足侪儿童的故事，这首歌就是伊写的。伊讲我真爱讲这故事，请咱起立好不好？咱要斗阵来唱这首歌，我真爱讲这故事，讲你家己的故事，咱大声来唱。我
咱的生命中间，若是无主的保护，亲像头前这个红布一样，咱的生命无法度亲像这青的活起来，无法度来成长。兄弟姊妹，唔好干那咱家己信主，咱的生命需要互主来编织，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精彩。若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咱的生命无法度活出来，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活起来，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精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片的绝望。我们看到这些孩子非常认真，他们想要编织一个整齐的故事，但是上帝的手在我们的圣手没有离开我们，他在编织。可能我们的生命中很有可能像这样子，好像这些孩子国小而已，他们想要编织整齐的，他想要编一个真济的，总是咱的生命真济精彩，不是咱想的安尼，照咱想的计划一样。有当啊是上帝信手扶持你所编出来的故事，看起来敢若真无病，敢若是真挫折，敢若是真绝望。总是主的信手无扶持，主的信手甲咱斗阵编织一个非常美丽、印象深刻、活生生、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给我们的主。主编织一幅图画，在我们的生命中，咱的主，伊用伊的信主，伊用伊的保护，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会当活起来。兄弟姊妹，不管咱什么年纪，不管咱的家庭、咱的国家、咱的家族中间发生什么代志，不管过去偌辛苦，甚至咱的囡仔，你看。啊，佫真得意，要甲养我好势，要甲养我好势，总是主那温准的代志，人敢会使当主的伸手扶持吗？咱若是愿意，咱的生命、咱的家庭、咱的家族，有国外的生命，有主的保护，来甲咱编织一个美好的记忆故事。安尼，咱就来归恩主。6月初2，带你上帝伊的朋友来到这吧。保合这伊用伊的性命，黄家千是伊的查某囝，伊查某囝夏天，继续要讲这个故事，这个大福音的故事。咱三甲来祈祷。阿爸，我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伸手扶持，特别是你十字架顶的保护，亲像这布条，红色的布条，对十字架留落来，阮的生命就亲像这青的布条，是横的关系。阮每一个人拢是十字架伫阮的心，是主你拯救。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的印记，而这十字架是复活的生命，这是盼望。咱的生命拢有十字架印记，这是印记，这是盼望，这是国外生命的盼望。
我相信咱即马心内想到一个人，一个事，互咱的心恶淡长，互咱看落的。这个是高伫圣手为咱定实的家，咱主耶稣必定的手，圣手，以你来存去，你要互伊看无？你要将你心内恶当当，你心内这个人，放伫定恒手耶稣基督的手吗？伊要看你的手，伫你的生命中，要来编织一个爱的故事，要来编织一个拯救的故事。主感谢你，无离开阮。主，阮感谢你，甲阮伫地。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可以回去位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咱若是也毋是基督徒，袂明白，毋知奉献是甘心乐意的，请你就坐伫你的位。咱要来奉献，今仔日咱嘛是要请主日儿童牧区咱的囡仔要来做奉献的服侍。我的性命献互你。起立。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予阮有遮尔好的妈妈。求你祝福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逐工拢有平安甲喜乐。即时，阮献上时间、金钱、财能为主所用，求主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以报告的大声，咱要为着三项事来祈祷。头一项是为着家己会当活出属耶稣基督国外的生命来祈祷，为着所有遮个做妈妈的咱来祈祷，愿
愿上的所有因心心的拢勇行。6月初2，咱的福音主日有邀请嘉谦倒转来音乐见证会请咱会通邀请你所设定的微信的亲友做伙来参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然后你伫阮的生命中间，阮就会通讲出无共款新的故事、稳定的故事，有你同在的故事，有伫迄个顺境逆境，安那悠然看见你稳定的手在扶持的故事，帮助阮拍开阮的心，拄着主，领受主的稳定。愿主赐福，互阮伫阮所有的妈妈的身上，赐福因心心灵勇行，灵魂体拢形成，互因有智慧，伫遮来教导遮的囝儿10岁，互有亲像罗伊，亲像幼儿基水的信仰，来引带囝儿来亲近耶稣，同得福音的稳定。也帮助阮伫6月初2的福音主日，阮会通人讲新的故事，用阮的生命影响生命，愿主的祝福，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要来欢迎咱头一遍伫咱中间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兄弟范清勋帅哥咱甲欢迎来，搁有第三位姊妹咱个请你徛起来，我来欢迎晚上的时候，来蔡炳富蔡炳富兄弟，毋知伫倒位，好无？伫后壁，咱甲欢迎。好，陈宝珠姊妹陈宝珠姐妹。毋知伫对，请你伫楼顶咱甲欢迎陈宝珠姐妹来陈玉珍，这都老朋友咧伫遐咱甲欢迎拢来倒府啦有来倒府的，黄慧芝姐妹伫后壁，咱甲欢迎慧芝姊妹。黄文玲姐妹在后面，也在后面，咱甲欢迎。哇，今仔超济李爱玉姐妹，这咱的倒府的咱真欢迎这一旁安尼啦哇，春天希望甜美这名拢做有5万慧建慧建团家哇，茂坤兄。感谢主慧建是咱家己会友因带全家来感谢主。来，搁有无？搁有伫遮无介绍到还无？好，感谢主愿上帝来祝福咱。好啦，咱来看周报消息。咱大声要来邀请妈妈妈妈，请你徛起来好无？咱有小较实礼淡薄实礼就是讲咱的礼伫海关伊感觉做好诶，拢一直咧看安尼啦不过今仔日咱手头有收到一个红包箩红包箩内底来可以发迄个红包箩内底有一张兑换券兑换券你
倒边啊正边甲写你的名吼，啊甲你的组别小组啊，你若毋知影讲你的小组组别吼，啥物人带你来，你就写去做吼。啊，较要紧电话啊，电话写吼，你着爱甲列起来吼，列起来。列开了后，即张有写你的电话名的，爱安怎？投入去伫外口，连伊礼拜煞投入伫外口的即个一个亚克力的箱子，你甲投入去吼。礼物若来的时阵，就会通迄落吼。那客到的时阵，就会通坐落来吼。来，影片咱放一下来哦。哦，这是迄个吼，可能迄个海关看恁买遐济刀啊、扣啊，是要创啥呢吼？所以从啊，即摆还佫卡伫海关哦，卡在海关哦。哦。影片，祝福的影片有影片哦。祝福妈妈的影片。楼上也有。楼顶无人分哦。楼上。有那个祝福的影片哦。大声一点。那个。重新吗？重新好吗？从头来。大声一点。重新嘿。楼上还没领到很多人哦，要拜托。有啊，有在分啊吼。请耐心等候哦，听牧师，由牧师祝福大家，还有谁也会祝福我们呢？祝福我们所有妈妈们哦，母亲节快乐！老婆，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妈母亲节快乐！身心灵健康，灵喜兴盛。妈妈，我爱你！祝福天下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上帝恩典满满。你这个时阵，你着让写你的吼，写的念伊列开，吼撕下来，啊，礼拜三的时阵，你会当投伫外口。心灵拢健康，灵魂体拢新鲜。你的兑换券爱留了哦。上帝稳定祝福，平安喜乐上满脸。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再见。母亲节快乐，只要你每一天快乐，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了，未来的日子都由我负责。祝你母亲节快乐，要让你每一天快乐，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因为有你陪伴着。因为有你陪伴着，因为有你陪伴着。祝妈母亲节快乐！甲你的边仔有妈妈会甲伊讲妈妈节啊，母亲节快乐哦。母亲节快乐！我很希望有人送我礼，我还没收到。点完个我需要阿贤大哥送我母亲节快乐。哎，阿贤是谁？阿贤有几个哦？阿贤几了？哦。迄个老母煞袂摕到红包啦。欸，我爱铺梗互伊表现一下吼，有人都袂晓，你无看，水坐落去安尼吼。啊，迄个甲佫转去厝教好无？转去所教一下哈。迄个刘牧师还没有拿到哈，所以可以。啊？哦，伊甲你笑好啊。好，咱做共阮继续来听这个报告啦吼。咱感谢。儿童牧区今仔日的主日吼，带咱来服侍上帝来学罗上帝，嘛有青年牧区吼，你个点点写落啊，请咱安静吼，无后壁若有好康的，你就听无吼。愿上帝所有咱所有做妈妈的吼，拢会通有上帝恩典。
咱5月2日有要召开吼中执会，请咱各单位伫5月24提出恁的报告哦。啊，咱若有报名土耳其的吼，佫剩无几个名，佫也了。恁若有报名，开始爱交即个2万块的定金哦，2万块的定金，啊交互咱的苏清长老吼，会当刷卡吼，团费嘛拢会当刷卡，无搁另外收即个手续费吼。哦，咱6月初2有要邀请黄家千姊妹吼倒转来分享，所以请咱设定咱的对象，邀请因伫6月初2来出席来参加。咱的母亲节的礼物吼，兑换券已经有刻着吼。咱也有伫儿童即阿加佩潜能探索假日班第3梯次，伫6月初2要开始吼，请咱会通邀请这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咱5月18有这刘清燕老师的用绘本经营美好时光哦，伫这礼拜六伫咱的教会咱会通报名来参加。咱这个时阵也要来颁发第1学期生日助学金哦，请这个国小甲大专研究所，国小的大专研究所的吼，而且有得到奖学金的，请咱出来哦，都出来。那个大专的站上面，踩上去没关系，不要小心不要滑倒就好。念伊大专研究所的领奖的代表哈，齐云国小呢，国小的代表是林心瑜哦。心瑜来，我们那个1年级站前面好吗？好，4年级站中间，中年级站中间，低年级我们站下面好吗？然后高年级站这里，来5、6年级站这边来，好。那国中没有那个大学站后面好吗？心瑜有没有来？来前面。小心不要滑倒。齐颖没有可以踩上去。请谁代表？千月还是？千月来，你来代表。中间这边来，大专研究所。好，可以再过来一点来过来一点，中间哈，对，可以这样。来，心瑜，来，千月。好，这个。你代表而已，后面要发给人家哈。过来一点。大专。这边，你站比较高。佳琪。好来，佳琪，这个是神学院的哇！好，我们一起照相。来，区长来。好，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小心。咱来教音哈。有其他的消息，请咱个来看哦。咱来那个绘本那个就不放了，绘本。咱来读2遍的金句，做伙来。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大仙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提摩太后书1章50搁一遍，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大仙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提摩太后书1章50，真期待。特别咱看这个细囝哦，做老母、做老爸吼，迄个信心最要紧。你若有咧做礼拜，今日以后就做礼拜。
你若有咧读圣经，以后囝儿4岁嘛会对你读圣经。所以真正祝福咱的所有遮做爸母的，好好有好的信用，才会当影响到你的囝儿4岁。这时咱来吟祝福的诗398首，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老牧师来祝祷。